台南市南新国中得到教育部110年度海洋教育保护海洋教案精选的国中组特优素养。国中组全国敢有5间学校得到特优，实在非常的无简单。这摆南新国中戴信华老师以韩籍减肥7个海化线的侵蚀教案得奖。系府预计了这些东西都不会有了。对，那还有我们的海岸线，我10几年前跟我同事去的时候，沙滩沙丘没了，防风林剩一半，然后去年去的时候更触目惊心，那个防风林整个都没有，整片都被海洋扫荡掉了。所以呢，这里是一个很令人很惊心的一个海岸侵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可是会是给学生最好的教材。所以所谓的全球暖化啊，或者是河川上游盖水库啊，然后导致海岸的侵蚀，这些人类的全部都是人类活动。然后呢，这些人类活动如果不可逆，环境也是不可逆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现象这种东西，我们做这个东西，它不是文字版，不是电影版，它是那种真实版。当学生整个去看它那个大自然反复的力量，非常的真实跟触目惊心。然后对我们这种地理老师来说，这其实还是感觉到有一点伤心呐。看到这个状态，对。然后我们完全靠堤防在保护，可是呢，那个堤防撑得了什么时候？就还那个离岸体跟凸体，那个其实撑不了很久。你每隔几年你又要丢一次，丢很多钱，全部在给海洋吃那个钱。然后呢，有时候那个浪大的时候，那个凸体跟离岸体，它那个堤防破掉，那个堤防会被海浪夹来，又耽误我们的堤防。所以那个是那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就是说，用很多的那个天然工法，就是生态工法，就是呢在海边的地方用生态，用那个湿地啦、红树林啦，或是珊瑚礁，或者是牡蛎的壳，然后呢来挡这个海，或者是那个从别的地方抽沙来填这个海边，或者是说那个种树。可是这东西说实在挡得了一时，挡不了一世。透过汉字来比作是台湾，因为海化线长时间去互侵蚀，造成台湾变甲愈来愈下长。透过教案嘛提出解决的方式，希望会当互学生知影，人的活动已经伤害到自然生态，就此要提升因对生态保育有经济意识。在连续3年都获得这个海洋教育特优的县市，那我们去年我们的海洋教育辅导团也获得特优的殊荣。所以我们是双殊荣啦，都拿到特优。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南新国中。事实上，他们学校虽然不是在海岸线的旁边，但是推动海洋教育，他们也非常的尽心，而且获得了这个全国海洋教育的教案的特优。这非常的不容易呀，那而且在我们目前来讲，我们在我们邱老师跟戴老师的带领之下。他们做的主题是跟海岸侵蚀有关系，尤其是以我们七股地区。我想有自然科学的教育，再加上我们的目前在强调的 PBL， 就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案，能够让孩子亲身来感受到这个海岸线的变化。戴信华老师甲邱俊龙老师希望透过设计这个教案，会当让囡仔更了解破坏生态对咱周边环境的影响。嘛，希望学生会当把这个理念传达给亲戚朋友，让大家提高环保意识，做伙来保护咱的地球。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